有关本起拐童案，本分局报请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，并核发拘票，于本日109年5月17号晚上8时许，循线至新竹市东区林森路，查获该名犯嫌到案。经初步侦讯，该嫌已坦承犯下该案，全案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